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哋係今日嘅司儀，我係何以文主任，我係黃欣月老師。仁濟醫院羅陳楚斯小學2025至26年度結業禮現在開始。程序一：升旗典禮。升旗典禮現在開始，請全體面向國旗肅立。升國旗就唱國歌。升旗禮結束，請各位就座。程序二：致勉詞及校務報告，有請陳家碧校長。家長教師會主席黃佩珊女士，家長教師會各委員、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嘅畢業典禮呢，由於係紅雨嘅關係啦，咁未能同各位同學喺學校進行。咁我哋啱啱呢喺朝早嘅時候，同各位老師商討過，都認為同學喺今個年度咁努力，係應該呢係向同學表揚同埋讚賞嘅，所以我哋就以一個網上形式進行嘅。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咧一路聽住咯，因為跟住會聽到你哋攞獎嘅消息嘅喎。好啦，咁咧就而家就向大家報告下今年學校嘅情況啦。咁首先咧要向大家報告本學年嘅校務情況。咁咧今個學年係非常之豐盛，亦都非常之難忘嘅。特別喺3月27日喺理工大學進行嘅楚斯築夢營40校慶典禮。咁喺匯演當日咧係超過有成300位嘅嘉賓啦，同埋我哋學校好多嘅家長咧係一齊見證住同學嘅精彩嘅演出。咁而匯演咧亦都好特別，結合咗好多 AI 嘅動畫元素，同埋同學喺台上邊嘅多元演出，令到咧各位嘅嘉賓同學有一個好難忘嘅經歷。而每一位同學咧，你哋喺台上邊嘅努力同埋堅毅，展現出嚟嗰種嘅自信心，係最令人難忘嘅。而家長嘅問卷對呢一個40週年咧滿意度係極高，體驗出咧我哋羅陳楚斯小學嘅教師團隊同埋家長協助咧都係群策群力，上下一心，凝聚咗整個楚斯大家庭嘅歸屬感。咁當日出席嘅嘉賓咧，對同學嘅表現咧都讚不絕口，因為校長係收到好多嘅 WhatsApp 同埋電郵嘅祝賀啊，特別係提及咧我哋羅小嘅學生嘅自信心啦，同埋你哋好有禮貌、好真誠。咁呢一啲咧都係好難忘嘅記憶。咁同學記得我哋唔好驕傲，要繼續努力。接下來咧，校長要報告下有關學校嘅管理與組織方面啦。學校嘅管理咧都係不斷優化嘅，咁致力為同學創造更多理想嘅學習環境。從整體嘅滿意度嚟睇咧，本年度嘅家長問卷啊，綜合咗嘅得分又比去年有明顯嘅增長喎。咁當中咧，差唔多有一半嘅家長啊，都表示非常之同意學校嘅管理同埋組織，亦都絕大部分咧係滿意嘅，即超過有80% 嘅程度係認為咧學校係好着重關愛學生嘅成長，呢一樣咧係持續不斷。而學校咧都好重視同學喺唔同成長階段嘅適應同埋身心平衡。例如咧，我哋有一個小一嘅生適應嘅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喺測考嘅時候咧，會有讀卷啦。咁呢啲適應課程咧，都係特別受到家長嘅高度讚賞。
咁又透過 Rainbow Coin 呢個獎勵計劃咧，係加入咗定期存款同埋係外幣理財，咁潛移默化咁係培養同學一啲理財嘅習慣，儲蓄嘅重要，亦都係得到高度嘅滿意。跟住咧，我就會講學校嘅課程啦。喺學校學與教方面咧，學校方面咧都係繼續努力追求精進，以學生為本。本年度咧，學校係繼續優化課時同埋課程結構。家長同埋老師咧都特別認同咧，喺七考前嘅2週係停止課外活動，係讓學生專心溫習。咁而中英文嘅輪流嘅上課，嗰個安排嘅課堂專注度咧，亦都係得到讚賞嘅。咁同時咧，都為咗照顧高年級同學嘅學習差異，6年級嘅數學科推行咗5班按能力分6組呢一個嘅小班教學咧，亦都獲得肯定。咁而學校嘅團隊咧都好緊貼教育趨勢嘅，積極係推動以人工智能嘅方法喺日常嘅教學裏邊，老師亦都好自發咁舉辦咗人工智能嘅實作工作坊，為課堂提供一種嘅教學模式。唔單止咧提升咗多元化教學嘅方面嘅打好基礎方面咧，亦都更為教育局所提倡嘅數字教育藍圖作好準備，展現咗羅陳楚斯小學係能夠與時並進嘅學校文化。喺對外聯繫方面，學校咧係一向積極鼓勵學生上課，除咗喺課室之外，更鼓勵同學放眼世界。呢個年度咧，再次為5年級同學舉辦同根同心嘅交流團，特別得到家長同埋學生嘅讚賞。而學校亦都積極搭建咗國際交流舞台，咁年裏邊咧都接待咗由美國史丹福大學嘅教授、深圳福田區教育局嘅到訪，以及多間來自本地同埋內地學校嘅教育代表咧，分享教育理念。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咧，亦都親臨本校，亦都係睇咗我哋學校嘅楚斯銀行同埋生態園，對於學校推動正向教育咧，係一個正面嘅肯定。而咧，亦都對我哋精靈活潑嘅同學給予高度讚賞。呢啲交流機會咧，都係引證咗羅陳楚斯小學嘅成果，同埋咧係讓一個好闊嘅舞台，讓我哋學生喺舞台度得以發光發亮。接下來就講下你哋啦，各位同學，你哋嘅成就啦。咁最令我哋驕傲嘅咧，係同學喺唔同嘅領域嘅所綻放出嚟耀眼光芒嘅成果。呢個年度咧，各位同學，你哋嘅成績咧係令人振奮。咁我哋一共獲得個人比賽喺冠軍或者係金獎或者一等獎咧，一共係有219個，亞軍163個，而季軍都123個。而團體方面咧，頭先我講緊係個人嚇，團體方面咧，係得到53個冠軍、52個亞軍同埋56個季軍入，咁亦都係比去年咧又再更勝一籌啦。咁呢個每項嘅成就咧，都係要多謝各位家長嘅支持，我哋老師嘅培訓以及同學嘅努力。咁咧，亦都展現咗我哋嘅同學喺學術、科技、體藝、體育各個範疇咧，都展現咗非凡嘅潛能。而學術方面咧，中文科咧今年喺朗誦比賽裏邊係錄得咗2項冠軍，英文科咧亦都係勇奪讀誦嘅1項冠軍同埋集誦嘅亞軍，而亦都喺2026嘅亞洲英文用法大賽中咧獲得1個金獎。數學科方面係同時喺華夏杯嘅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中咧係表現卓越嘅，分別奪得到2個1等獎，同埋喺港澳數學嘅奧林匹克賽咧係獲得咗1個金獎嘅。咁啊，恭喜晒各位同學啦，亦都多謝各位老師。至於喺其他嘅術科方面，喺 STEAM同埋科學嘅創科方面咧，我哋嘅科學小先鋒隊喺中電同聲講環保廣播嘅比賽中勇奪冠軍、最具創意大獎同埋最佳主持人嘅獎杯嘅。而喺萬馬杯嘅國際生命科學創新大賽中咧，亦都獲得金獎。國際創新發明大賽嘅同埋一生一發明創意設計大賽裏邊咧，分別係奪得金獎同埋創意發明杯嘅。咁呢啲成就咧，都係充分體驗咗同學對
知識嘅追求同埋對探究嗰種嘅渴望嘅，咁咧係敢於創新。為咗表揚呢啲嘅同學咧，我哋已經係日前咧為即係7月13號啦，為各位得獎嘅同學咧係舉行咗個祝捷會，咁一切嘅慶祝同學今年嘅豐盛成果。至於喺音樂方面咧，同埋體育方面咧，我哋嘅音樂團咧，音樂團隊嘅成績亦都係非常之卓越嘅。低年級嘅低級組同埋高級組合唱團咧，雙雙都喺香港校際音樂節勇奪金獎，而中國舞咧就憑住7隻嘅舞蹈勇奪7項嘅優等獎，同埋榮獲全港中學舞蹈團體嘅總亞軍。而體育嘅健兒咧，同樣表現出色。咁我哋嘅同學喺呢個健球隊喺港青京士柏校際錦標賽咧係奪得冠軍，軟式曲棍球喺學界錦標賽亦都奪得冠軍，花式跳繩隊咧喺區裏邊係橫掃24個冠軍、24個亞軍，成績都係驕人嘅。各位同學，你哋咧每一分嘅努力都係值得被看見，而且同學之間所能夠嘅發光發亮咧，都實在有賴一班係默默喺背後支持你哋嘅支持者嘅喎。咁首先咧，校長要向我哋羅陳楚斯小學每一位嘅教職員給予最真摯、最誠懇嘅多謝。多謝各位老師，老師團隊喺學校係最珍貴嘅寶藏。過去一年，我哋嘅同事咧，唔單止要應付日常嘅繁忙工作，更要為40週年啊嘅校慶完美嘅呈現，付出咗無數嘅日與夜，無數嘅心血。教師問卷裏邊咧，係我哋自己同事填翻嚟嘅，係體驗到學校咧喺呢個40週年裏邊嗰種嘅群策群力，不分彼此，同埋互相保衛。佢哋咧係帶領住學生係運用各式各樣嘅表演，參與各樣嘅比賽，研發多元嘅教學工具，亦都設計咗好多精美嘅紀念品，係展現咗超越本身老師嘅職責，對本身嘅崗位嘅投入。呢份對教育嘅熱誠呢，係實在對學生嘅關愛，係羅陳楚斯小學最大嘅驕傲。咁如果我講老師係最珍貴嘅寶藏嘅話呢，咁樣我哋一班幕後嘅職員更加係奇珍異寶啊！咁咧，你哋同學係比較少知道嘅。其實我哋嘅校務處嘅職員啦，我哋教學助理啦，以及各個有特異功能嘅工友咧，同埋嬸嬸咧，佢哋每一日都係默默為學校貢獻。同老師一樣，佢哋對學生都係有愛心、有耐性、從不吝嗇，正係優秀團隊裏面嘅最佳寫照。咁喺度咧，校長謹代表法團校董會、家長教師會同埋各位家長同學咧，係向每一位嘅老師同埋教職員講聲多謝。雖然咧你哋唔喺現場，同學我都希望你哋自己喺熒光幕前邊咧都拍手掌去多謝我哋呢班嘅老師同埋我哋嘅教職員啦。咁咧跟住落嚟，我要多謝另一批亦都好重要嘅人物，佢哋就係我哋嘅家長。咁咧，各位家長係學校係衷心咁多謝你哋，感謝你哋一直以嚟咧對學校嘅信任、包容同埋積極參與學校嘅各項活動。喺問卷調查裏邊咧，家長對學校辦學嘅滿意程度係極高分數嘅，無論喺校運會啦，係超過百位家長參加，親子旅行亦都溫馨參與，仲有平日你哋對學校嘅政策嘅理解同埋支持，你哋都係學校最強嘅後盾。本年度收到嘅家長信啊，係歷年最多嘅。我今朝都收多3封家長親自寫嘅家長信，咁咧呢一封嘅信，一字一句嘅內容咧，唔單止係對學校嘅肯定同埋鼓勵，亦都締造咗羅陳楚斯非常之重視嘅關愛文化。呢個文化係由家長嚟令到我哋更加堅實咁去做好呢樣嘢。因此咧，我哋會覺得家校攜手先至係令到小朋友鋪墊最穩固嘅成長之路。再次感謝家長為我哋羅陳楚斯嘅大家庭充滿咗溫暖嘅力量。最後咧，校長謹代表學校祝福大家有一個愉快而充實嘅假期。願同學咧喺未來嘅日子繼續勇往直前，綻放光芒。願老師喺辛苦過後好好休息，充電之後喺下學年2026至27年度再度出發。祝願各位家長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多謝。
多謝陳校長。程序3，唱校歌，請全體肅立，唱校歌。請各位就座。今日嘅結業禮雖然有啲特別，同學呢未能夠於學校出席，但係我哋都要喺度多謝喺過去幾星期小司儀嘅努力。小司儀包括有3A 林欣喬、3E 高敏俊、4E 黃樂之、5A 歐卓橋、5A 陳子喬以及5A 吳卓雲。除咗小司儀之外，我哋同時間都要多謝領獎生喺呢幾日咧可以認真咁樣嘅彩排。接下嚟我哋會有頒獎嘅時間。程序4，頒獎。首先我哋會頒發本年度嘅學業獎，得獎嘅同學會獲頒發羅蔡玉清獎學金。以下係得獎嘅同學：1年級第1名游君浩，第2名陳維正，第3名伍心妍；2年級第1名2師黃子瑜，第2名2師黃樂明，第3名2醫張坤拔。3年級第1名3B 李卓謙，第2名3A 林欣喬，第3名3E 蔡欣月。4年級第1名4D 蕭旭賢，第2名4A 楊浩星，第3名4A 麥楚思。5年級第1名5B 張家樂，第2名5A 黃樂謙，第3名5A 鄺家正。請同學用熱烈嘅掌聲恭喜獲獎嘅同學。接下嚟我哋會頒發勤學獎，得獎嘅同學會獲頒發吳黃伊文獎學金。1年級1A 馮思欣，1A 紀永森，1B 鄧奕俊，1B 馮佳瑩，1B 翟善瑩，1C 龔偉臣，1C 周希樂，1D 莊德儀，1D 洪月儀，1E 曹志浩，1E 許浩信以及1E 邱哲銘。2年級獲得勤學獎嘅同學有 2A 陳卓柏、2A 劉玉霞、2A 唐樂希、2B 葉卓儀、2B 李杏林、2B 譚卓橋、
二 C 譚信賢，二 D 袁巧心，二 D 劉以樂，二 D 郭希晴，二 E 方凌月以及二 E 龔正南。3年級獲獎嘅同學有3A 劉詠瑤、3A 凌心如、3B 吳詠如、3B 陳日南、3C 吳子謙、3C 霍妍希、3C 林心宇、3D 陳希俊、3D 方欣月、3D 江禮孝、3E 陳文欣以及3E 蘇子信。恭喜咁多位得獎嘅同學，請同學用熱烈嘅掌聲恭喜佢哋。接下嚟會頒發4至5年級勤學獎獎項。4年級 4A 丁麗琪、4B 陳仲琪、4B 李佩儀、4B 張海琪、4C 盧雅希、4C 陳宇琪、4D 廖志傲、4C 黃義儀、4D 黃之謙、4E 張繼滔、4E 梁心妍以及4E 黃樂之。5年級嘅同學有 5A 梁子珊、5B 張凱琳、5B 李婉儀、5C 陳子樂、5C 梁海蘭、5C 戴善恩、5D 夏飛揚、5D 陳曉彤、5D 黎思瑤、5E 高文聰、5E 林欣玲以及5E 李浩晴。請同學用熱烈嘅掌聲恭喜獲獎嘅同學。接下嚟我哋會頒發進步獎，得獎嘅同學會獲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獲得進步獎嘅同學有1年級 1A 蘇柏森、1B 鄭永晴、1C 何奕軒、1D 黃其祥、1E 伍俊賢。2年級 2A 鄧柏橋、2B 劉千月、2C 嚴以恒、2D 馮俊樂、2E 張子喬。3年級 3A 曾嘉南、3B 羅俊熙、3C 陳奕婷、3D 蘇子琪、3E 何善恒。4年級 4A 盧子賢、4B 林靜希、4C 阮俊滔、4D 姚子晴、4E 莫浩然。5年級 5A 張思齊、5B 林宇謙、5C 何善媛、5D 劉子陽以及5E 陳色宇。恭喜咁多位得獎嘅同學。接下落嚟會頒發課外活動傑出表現獎，得獎嘅同學會頒發羅陳楚斯獎學金。獲獎嘅同學包括 3C 朱正彤、4D 蕭旭兒、5B 張志軒、5B 李浩陽以及5B 羅天俊。請同學用熱烈嘅掌聲恭喜獲獎嘅同學。而家我哋會頒發傑出運動員獎，得獎嘅同學會頒發錢曼娟獎學金。獲獎嘅同學有 3B 李卓謙、3B 冼天毅、3B 徐仲雅、3D 歐海俊、4B 陳俊傑、4B 張海琪、4C 羅一穎、5B 林巧兒以及5E 冼詠芝。
請同學用熱烈嘅掌聲恭喜獲獎嘅同學。跟住我哋會頒發人際卓越表現獎。獲得呢個獎項嘅同學包括有中國舞隊，代表係5D 葉欣晴以及5D 梁樂晴；中國舞3人舞，代表4 boy 張海琪、4 C 羅一穎、4 C 黃海威；中國舞3人舞3 B 徐仲雅、3 C 朱正彤、2 B 鐘希怡；中國舞3人舞3 E 陳文欣、2 B 李杏林、2 C 陳千瑜。STEAM 校隊代表5 A 曾建津、5 A 周玉婷；英語布偶劇校隊代表係5 A 黃樂謙以及5 E 蔡欣晴。Hip Hop 校隊代表4 A 盧子賢、5 C 陳子樂；初級組合唱團代表2 C 黃樂明以及3 C 劉佩玲；高級組合唱團5 C 洪依晴、5 D 黃成德；高小街舞小學組雙人舞3 C 林欣如、4 B 彭樂瑤；科學校隊代表4 A 楊浩星以及4 B 陳仲琪。請同學用熱烈嘅掌聲恭喜以上獲獎嘅同學。接下嚟，我哋會繼續頒發人際卓越表現獎，包括1D 何千瑩、3 B 李卓謙、3 B 冼天毅、3 C 霍妍希、3 D 歐海俊、3 D 黃庭謙、4 B 張海琪、5 A 伍子樂、5 A 烏海晴、5 B 張志軒、5 B 吳麗清、5 B 羅敬豪、5 B 李浩陽以及5 E 冼詠芝。請同學用熱烈嘅掌聲恭喜獲獎嘅同學。而家會頒發人際優異表現獎。獲獎嘅同學有3 B 袁思喬、4 C 羅巧晴以及5 B 羅天俊。請同學用熱烈嘅掌聲恭喜佢哋。接下嚟我哋會頒發超卓學生獎，得獎嘅同學會獲頒發人際獎學金。獲得超卓學生獎嘅同學係4 D 蕭旭賢以及5 A 烏海晴，恭喜以上2位同學。接下落嚟，我哋會頒發優秀服務團員獎，呢個獎項係表揚喺制服團隊入邊表現出色嘅同學，得獎嘅同學會獲頒發家長教師會獎學金。獲得獎項嘅同學有4 A 張天朗、4 B 鄧希穎、4 E 楊雅晴、5 A 張思齊、5 A 梁子珊、5 B 蔡詠南、5 B 吳麗清、5 B 徐偉婷、5 C 陳思雅、5 C 陳子樂、5 D 鄺子瑤、5 D 宋依喬以及5 D 黃思曼。恭喜以上咁多位同學，請同學用熱烈嘅掌聲恭喜佢哋。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服務獎，
獲獎嘅同學包括1年級1A 陳順儀、1B 周子蘭、1C 唐君賢、1D 張藝可、1E 黃影欣。2年級嘅同學包括2A 李秋鵬、2B 陳希純、2C 蔡偉樂、2D 張俊佑以及2E 黎漢宇。3年級嘅同學包括3A 郭佩月、3B 徐仲雅、3C 周月、3D 李永森以及3E 禤寧。而4年級嘅同學包括4A 何樂希、4B 鄧晴峰、4C 蔡怡亨、4D 石家慧以及4E 梁浩軒。5年級嘅同學包括5A 吳卓雲、5B 黃佩琳、5C 陳思雅、5D 周婉彤以及5E 林欣玲。恭喜所有得獎嘅同學，同埋多謝佢哋呢一年嘅服務。接下落嚟，我哋會頒發操行獎。1年級獲得操行獎嘅同學有1A 鄧柏賢、1B 陳佩希、1C 張思思、1D 吳以文、1E 林文芝。2年級2A 劉玉霞、2B 陳曉慧、2C 文希怡、2D 陳千羽、2E 趙希佑。3年級3A 黃柏喬、3B 徐子彤、3C 劉佩玲、3D 方欣月、3E 林嘉樂。4年級4A 周順儀、4B 陳林儀、4C 廖子傲、4D 羅之樂、4E 毛海晴。5年級5A 烏海晴、5B 周子柔、5C 曾心宇、5D 鄺子瑤以及5E 何千儀。恭喜以上咁多位同學，請同學用熱烈嘅掌聲恭喜佢哋。接下落嚟嘅環節會頒發家長義工感謝狀，以感謝家長對學校嘅熱心服務、付出嘅努力同心力。以下落嚟，我哋會頒發家長義工感謝狀銅獎，以表揚家長全年服務總時數達30至49小時。獲得銅獎嘅家長包括戴蓉蓉女士、李思瑩女士、陳小燕女士、何祖兒女士、黎子薇女士、余坤蘭女士、馮柏婷女士、莫翠婷女士、黎婉儀女士、馬小玉女士、羅潔瑩女士、陶詠珊女士、李子華女士、董海燕女士、劉慧欣女士、梁善明女士、林希敏女士、唐美念女士、李曉輝女士、黃佩珊女士、楊振基先生、岑淑儀女士、邱連開女士、盧敏琪女士、黃文晶女士、歐合瑩女士、鄧鳳玲女士、梁麗賢女士、黃敏女士、邱麗琴女士、邵詠詩女士、鐘影常女士、侯藝香女士、吳桂全先生、蕭敏玲女士、劉艷艷女士、張玲女士以及蒙文思女士。恭喜晒得獎嘅家長！
接下嚟我哋會頒發家長義工感謝狀銀獎，以表揚家長全年服務總時數達50至79小時。獲得銀獎嘅家長包括有黎蘭英女士、黃雪影女士、梁興文女士、田以峰女士、段少元女士、梁新麗女士、黃耀婷女士、陳婉婷女士、梁潤金女士、李欣琪女士、黃敏儀女士、郭正儀女士、朱敏婷女士、戴夢夢女士、劉佩玲女士、羅慶雲女士以及張詠儀女士。多謝咁多位家長為我哋嘅熱心服務。接下嚟我哋會頒發家長義工感謝狀金獎，以表揚家長全年服務總時數達到80小時以上。獲得金獎嘅家長包括有孔慕貞女士、梁浩文女士、楊志文女士、蔡雅穎女士、梁玉蘭女士、陳嘉敏女士、朱麗霞女士、許浩文女士、吳詠欣女士、劉詠詩女士、沈士霞女士、游婉霞女士、余浩良先生、陳影儀女士、梁麗珍女士、黃雪鵬女士、李幼子女士、張正欣女士、鄧淑蓮女士、張利敏女士、蘇淑賢女士、梁玉瑩女士、黃婷女士以及薛盈慧女士。我哋再一次以熱烈嘅掌聲，多謝咁多位家長義工嘅付出，不論係平日嘅午膳義工、校運會義工，或者係各項活動嘅義工，都見到咁多位家長嘅身影。再一次多謝咁多位家長以嚟一直好支持我哋嘅學校。程序5教職員獎項，以下落嚟會頒發教職員獎項，有請陳家碧校長為我哋頒獎。本年度獲獎嘅教師係張智恩老師，張老師榮獲2025猛馬杯國際生命科學創新大賽香港站傑出導師獎。呢個獎項表揚張老師致力培養學生科學創新精神，透過多元嘅課程同埋課外科學活動，激發學生嘅好奇心同創造力。請張老師同陳校長影一張合照。恭喜晒張老師，亦都多謝你呢1年嚟嘅努力啊！程序6致送紀念品。本年度有老師會離開我哋羅陳楚斯嘅團隊，展開人生新嘅一頁。佢將要離開同學生一同成長嘅羅陳楚斯大家庭，相信老師、家長或者同學都好唔捨得佢。我哋喺呢度感謝佢喺任職期間對學生春風化雨、循循善誘。而家我哋先請陳家碧校長為我哋致送禮品。有請本年度離職老師上台，劉美燕老師。請陳校長同劉老師一同合照。我哋都祝願劉老師日後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前程錦繡，活出更美好嘅人生。多謝陳校長，亦都再次多謝幫我哋頒獎嘅同事。接住落嚟，我哋會有影片播放嘅環節。一支粉笔书写动人篇章，3支胶带见证
線有你指引方向。程序7：播放本年活動影片。本年度學校製作咗2段影片，希望喺結業禮呢個重要時刻播放。首先，我哋會先播放本年度得獎學生所拍攝嘅得獎感言，請大家細心欣賞。我哋拎到強項獎啊！耶！好開心同埋好興奮，非常開心。對我嚟講，唔單止一種鼓勵，都提醒我要繼續努力加油。我就覺得好開心，因為可以維持到上年嘅成績咯。我好開心，因為我攞到好好嘅成績，同埋進步咗好多。我哋今日攞到強項獎，好開心啊！謝嘅人係我嘅父母，因為佢哋一直支持我。我最感謝嘅人係我嘅媽媽，因為佢一直都喺度教緊我嘅品德。我最感謝嘅人係我嘅老師，因為佢一直都教緊我嘅品德。我嘅心情係充滿驚喜，因為好特別。我之前冇攞過操行㗎，又好想攞到，今次終於攞到啦，我覺得好開心又驚喜。首先，我想多謝返所有教導過我嘅老師，因為佢哋嘅教導同關心，先可以令我不斷成長。我亦都想特別感謝返張子仁老師，因為佢嘅支持同埋鼓勵，先可以令到我有信心越過難關。我最想感恩嘅人係我媽媽，我想同佢講多謝你一直以嚟悉心嘅教導。咁你呢？我最想感恩嘅人係我嘅爸爸，我想同佢講多謝你一直以來陪伴我溫習。多謝爸爸媽媽教導我，多謝各科老師教我哋。如果你想攞到好好嘅成績，要主動問問題，同埋溫習。最想感謝嘅係我嘅父母，想對佢哋講多謝你教導我哋成為一位樂於助人同善良嘅人。要獲獎，我最多謝嘅人係自己，因為我付出咗好多心機同埋時間去溫習。我最想感謝的人是父母，我想對他們說，謝謝你們的支持。我最想感謝嘅人係我嘅鋼琴老師嘅指導，因為佢付出咗佢自己私人嘅時間去同我哋去練習。我最想感謝嘅人係媽咪，我想同佢講，感謝你一直以嚟嘅支持，你都會帶住我參加唔同嘅比賽，仲會喺我唔識奧數題、編程或者樂理嗰陣時，你都會細心咁教導我。我最想感謝嘅人係我嘅羽毛球教練，我想同佢講，多謝你俾咗我好多嘅信任，令我有好多嘅信心去參加唔同嘅比賽。我會同教練講，多謝你教導我跳中國舞。多謝嘅人就係媽媽，我想同佢講多謝，因為佢成日都輔導我啲功課咧，同埋成日都同我一齊溫書嘅。呢次嘅獲獎，我最想感謝嘅人係媽媽，因為我一開始係唔想參加呢個比賽，然後我後尾越參加越多，所以我好想同佢講多謝。我每日咧都溫習咗4小時。我喺上堂嗰時好認真咁上堂，同埋專心咁記重點。我喺每一次嘅考試之前，好用心咁溫習。有時溫到好夜咯。我上堂時候都自己專心咁樣抄筆記，同埋用得閒嘅時間嚟溫習。每溫習1小時就休息一陣，放鬆心情。我哋要認真溫書，將嗰啲重要嗰啲嘢寫喺筆記上面，去考試前嘅話就可以睇嗰啲筆記。專心上堂，而我平時就會專心咁抄筆記。我嘅溫習秘訣就係自己喺一個安靜嘅環境努力溫習。我學到唔好放棄，要堅持。例如話，每日要跳舞嘅時候，功課有好多，我哋要努力堅持。下次想爭取攞第1名，希望可以科科都攞到100分，攞到冠軍，繼續努力，同埋繼續參加唔同嘅朗誦比賽，不要放棄。我希望下年做到小6嘅
課。我希望下年考到前10名。我會每星期參加一次奧數班，考試前溫習其他科目，令各科學習更加平衡。都會安排時間休息。更加主動幫助有需要嘅人，例如低年級同學，成為佢哋嘅榜樣。我哋一齊會努力㗎。我希望可以喺全港學界裏面攞到第一，所以我要堅持1個星期裏面練6日水。我希望我嘅分數同埋學習方面都進步，我哋會繼續努力㗎喇，拜拜。多謝同學嘅分享，希望你哋下年可以再接再厲啦，拜拜。多謝同學嘅得獎感言，相信校長、家長或者老師聽到佢哋嘅得獎感受都非常之難忘，非常之感動。接下落嚟第2段影片會播放學校最受歡迎校園活動獎，大家又估唔估到係乜嘢活動呢？不如我哋而家一齊揭曉啦！大家好，今年學校咧真係舉辦咗好多活動啊！唔知同學仔中意咩活動呢？咁我哋不如去訪問下啲同學仔啊！我哋會用投票嘅方式訪問下同學仔，然後選出同學仔心目中最中意嘅校園活動啦 ！Let's go！ 而家等我嚟俾佢哋投票先。哇，好似有好多同學好勇於考試添，想攞個好成績。40周年暫時係最多人投票噶。考試最多人投票啊！哇，考試仲多啊！點解你咁中意考試呢？因為有得走化學。我要揀個考試先啦，咁考試可以早啲放學，考完試之後仲可以問媽咪攞獎勵。我考試邊個揀㗎？點解你會中意旅行嘅？因為我想出去玩，同同學出去玩咯。Why do you like Fortius University? I thought that was a lot of fun where everyone got together and we had a lot of performances, so that was a highlight for me. It was like one big family getting together, so that was the best one for me. That's why I voted for it. Why did you vote for Lego Day? Because we could play Lego and create different stuffs like houses and neighborhoods or even gardens. What did you vote for? I vote for Lego Day because I like playing Lego. What did you vote for? I voted for Lego Day because I like building houses with my friends. 你最中意嘅活動？我最中意咧旅行，我是出書王。我最中意係考試。校運會咧，我中意校運會。點解你會中意校運會嘅？因為校運會咧就係好多同學咧都可以參加啦，同埋咧可以睇到同學咧係喺運動方面嘅才能，仲有就係咧有啲家長嚟參與嘛，好似一家人咁樣一齊去參與一個學校嘅盛事啦。因為我中意呢個活動。好，因為咧 Halloween 活動咧，我哋全部老師啦、同學仔啦都着得好靚翻嚟喎。咁咧我哋又有學到英文啦，又可以玩遊戲啦。咁咧同學仔同埋老師咧，全部人都好開心。我中意交流團，因為我覺得咧交流團咧可以離開學校，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度睇好多嘢啦，好多嘢又可以見識下唔同國家嘅一啲同學仔。呢個啊，老師點解你中意全方位學習周嘅？我覺得全方位學習周可以俾同學喺課餘嘅時間再輕鬆一下啦，而且咧呢個輕鬆咧係可以同佢平時嘅學習掛鈎到嘅喎，非常之好。好，講40週年啦。講Sir，點解你中意40週年嘅？
因為咧，我見到40週年好多同學仔喺嗰個校慶嗰個表演嗰度咧，喺個台上面表演唔同嘅項目啊，咁見到啲同學仔咧喺個台上面好似發光發亮咁樣咧，所以覺得好精彩咯。呢個中華文化日。因為中華文化日裏面咧有得睇粵劇啊，平時咧都好少睇到噶，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就好中意咯。中華文化日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攤位遊戲俾同學玩啦，有蹴鞠啊，有寫揮春啊，呢啲咧都係一啲好有趣嘅活動啦，咁所以老師咧就會揀中華文化日啦。點解你會中意坐 C 舞台嘅？因為我見到同學咧又唱歌啦，又跳舞啦，做好多我意想不到嘅活動啊！睇到我咧眼都唔停啊！咁所以咧喺坐 C 舞台裏邊咧，我見到所有同學嘅才能，我最中意坐 C 舞台。What did you vote for, Mr. Ben? So I voted for the Christmas party because Christmas is always my favourite holiday of the year, and I always think everything to do with Christmas is super fun. 點解你會中意 Christmas party 嘅？因為有好多嘢食嗰啲咯。同學，你啱啱投咗邊個啊？交流團。點解你會投交流團嘅？因為交流團可以帶我認識咁多其他地方嘅文化同埋美食。呢個投生日會係咪？係啊。點解你會投生日會嘅？因為生日會嗰個生日嘅同學會有禮物咯。點解你會投我是速算王嘅？因為我哋可以計較對線，可以睇下邊個最叻數學。同學，啱啱你投咗咩活動啊？我投40週年。點解你會投40週年嘅？因為有好多表演玩。40週年。點解啊？因為嗰度可以睇好多表演。唔該晒。棟哥。呢個咩嚟㗎？坐 C 舞台，免吹到坐 C 舞台，點解嘅？因為我中意跳舞。攞張你哋嘅貼紙黐上去。唔該晒。我貼咗上冇齊咯。你一貼啊？一定。因為40週年係一個好重要嘅節日。你咁都有事嘅？因為我可以睇我嘅分數。考試。唔該晒。點解你會揀40週年嘅？因為我都有負責下去演出40週年咯。因為我哋有份表演。咁鬼多人。貼一張。我嚟咗。我點解要貼旅行嘅同學？因為我想去旅行玩。你投邊個啊？40週年。點解嘅？因為好多活動。我投生日會。點解你想投生日會嘅？因為可以有禮物。生日會。點解你會想投生日會嘅？因為唔使上堂。交流團。點解你會覺得交流團好？因為我想去多啲唔同嘅地方。中華文化日。點解你想投中華文化日嘅？因為有嘢買。因為有禮物收咯。呢舞台。點解嘅？我想跳 K-pop。點解你想投我是速算王嘅？因為我答嘢好快咯，數學嗰啲嘢。因為生日會可以大家分享零食，同埋可以盡情咁樣玩。40週年。點解嘅？因為我其實係其中一個演員。小測嘅。因為我覺得太分瞓卷翻屋企溫習。運動同埋好中意攞獎。邊個啊？生日會。點解嘅？因為生日會有好多嘢食可以食。唱 K。點解嘅？因為我吹脹歌。我揀咗40週年。點解嘅？因為嗰個活動好好睇。我投咗係40週年。點解你會投40週年啊？因為都好多表演都幾好睇。哦，原來係咁。40週年。點解你會投40週年嘅？因為好精彩嗰啲表演。我投咗40週年。
點解你會求40週年啊？因為40週年個舞台又大，跟住同學嘅演出都好精彩。經過老師同同學嘅投票，我哋學校10大最受歡迎嘅活動終於有結果啦！耶！咁等我哋嚟數下究竟有幾多票先。第10名係學業大挑戰同埋坐師舞台，都有10票。跟住落嚟，第9名就係考試啦，總共有13票。第8名係 Halloween， 總共有14票。第7名就係中華文化日啦，總共有17票。第6名係校運會，總共有23票。跟住落嚟就係第5名啦，就係小息同埋午休，總共有25票。第4名係生日會，總共有39票。第3名就係交流團啦，總共有40票。第2名係學校旅行，總共有60票。跟住落嚟就係第1名啦，總共有163票。呢個就係40週年。精彩40載。本年度學校舉辦咗非常之多嘅活動，如果想睇到更加多活動嘅花絮，可以睇嚟緊 YouTube 足本版。程序8禮成，今日嘅結業禮已經圓滿結束，喺度祝各位同學暑假過得充實，我哋9月再見，拜拜。